審時度勢，順勢而為。大家好，我係 Ben 哥。新手唔一定知道嘅，股市一年四季其實都係有佢嘅規律嘅。大市分析有時候準，有時候唔準，但係佢唔影響一啲客觀規律嘅存在。譬如話天凍嘅時候係用煤嘅高峰期，應該重點關注煤炭板塊。夏天用電多就要睇實電力相關嘅股票。同樣嘅道理啊，五一國慶長假前適合喺旅遊板塊埋伏，至假日炒消費品行業。兩會政策通常係圍繞住環保主題，呢個時候重點就要睇新能源板塊。有戰爭衝突嘅時候，有一定股齡嘅老友記都會及實軍工同埋黃金股。加息政策出台，重點睇銀行方向。遇到自然災害，優先考慮水泥、建築同埋機械類板塊。炒股初期要學識觀察市場熱門同埋短缺嘅產品，上下游聯動板塊或者替代品。有息稀缺資源係價值投資嘅重點，稀土值得長線睇睇。上市公司重組、定增、重大利好，通常都會有劇烈嘅行情。牛市啟動前，優先考慮券商股；弱勢震盪市，首選次新股。如果你想喺股市闖出名堂啊，一定要仔細分析呢間公司嘅年報、季報，揾出有價值嘅線索。好多年報、季報其實都暗藏住呢間公司嘅關鍵信息。另外，每年4月高送轉，通常會有一波行情，可以提前入場等機會。政策導向同埋國際金融市場嘅走勢，對 A 股有一定嘅影響。聽得明嘅老友記啊，記得俾個我係 Ben 哥，喺廣東深圳得閒飲茶，惠語財經點讚。